想象一下，喺一個你可以假裝無家可歸，仲可以假裝烹飪新鮮食材嘅國家，咁唔可能係中國。豬圈咖啡館、麥當勞同肯德基嘅免費餐食，仲有一隻奔跑嘅座。以上只係我哋將喺本視頻中討論嘅一啲嚟自中國嘅離奇新聞標題。但係首先，中國嘅一切都係造假嘅，假裝去返工。Shock shoots in Mawa, Shiboto Ganaku no Jota Samo 呢個係正確嘅。喺中國，一啲失業嘅絕望工人因為害怕父母嘅壓力，或者僅僅係出於羞愧而唔好意思話俾企人聽，於是決定喺城市裏邊遊蕩，成日無所事事，假裝去返工。但而家有啲解決方法，中國有啲人睇咗個新服務，你可以去一個似辦公室嘅地方，喺張椅、張台，甚至有電腦，每日只需9蚊人民幣，差唔多1-2蚊美金。你仲可以免費飲咖啡，坐喺度8個鐘，做咩都得，假裝去攞返工，然後返屋企。喺呢個日本新聞報道入邊，有時床位真係好有限，因為太多人報名，你甚至要排隊等下一個有位。所以今次我都幾同情佢冇辦咗，因為呢班人俾而家嘅經濟環境玩殘嘅，而呢個環境就係中共政策搞出嚟嘅。結果佢哋其實佢嘅前途。今日呢，我哋會講少少中國年輕人嘅掙扎。佢一個你住嘅地方成日有裂縫，棟樓個地基好似用沙砌成咁嘅國家，仲有啲根本唔應該出現嘅材料，路牌明顯嘅鎖實，去餐廳食飯嘅材料好似都係回收琴日嘅客食剩咁，假扮返工都算係你最唔使擔心嘅嘢。就係因為佢成件事先至冇古怪，你要使錢，雖然唔係好多錢，去假扮自己仲冇寫字樓返緊工。而家背景就係上海呢啲城市作為中國經濟支柱。依家有數據話有成20%寫字樓都空置緊，咁所以你見到個趨勢真係好差，因為外資、外國公司都離開中國冇乜投資，所以好多工都冇㗎。自從清零政策之後，成個經濟都好差，根本冇足夠職位去配合咁多揾工嘅人。當然呢個情況都變咗有啲人揾錢嘅機會，專門向失業人士揾錢。另外一個例子就係新年前發生嘅。佢哋收人30蚊人民幣，大約4至5蚊美金。你可以喺嗰度食午餐同晚餐，有免費咖啡，有張台，有椅，有電腦用。同樣你可以做咩都得，隨你中意。仲有一個人可以扮你老細，派一大堆工作俾你做。當然你可以拒絕，因為你根本唔需要聽咁講。所以基本上就係一份白領辦公室工嘅所有嘅，淨係喺人工嗰部分。當然中國咩都可以變成 KOL 話題。因為啲人都想喺國內發生嘅事度揾錢，網上有好多片都係講啲人點樣記錄自己失業嘅一日。有啲人會去公園跳舞，一跳就跳成8個鐘，我都唔知佢哋點做到。有啲人就淨係喺自己大廈嘅走廊度周圍行，盡量唔俾人見到，成日就冇用電話，咩都唔做，過咗8個鐘。有啲人就真係咩都唔做啦，淨係喺車入邊瞓覺。但係有啲片睇落真係幾真實啦。好似呢位女士嘅，冇發嗰條片嗰陣，已經假裝返工差唔多290日。好多留言嘅人都話有共鳴，因為佢哋都係假裝返工。我唔知佢哋知唔知道有個新服務，9蚊就可以冇辦公室做咩都得。但係呢，有啲人好似呢個男人拍咗片咁，佢明顯坐咗架好靚好豪嘅車度，我覺得佢應該唔係真係咁工做。咁我哋繼續睇落去之前呢，如果你想支持我嘅頻道，可以去睇下 davidzeng.net。我哋有啲好正嘅周邊產品。好似呢件西台灣 T 恤，仲有我自己都用緊啲好產品，就係 Genix 嘅紅人參精華。呢個品牌好正，因為人參產品出名，可以增強免疫力、提升精神，仲可以幫你快啲復原同活得好啲。我用咗呢個產品一段時間，最大嘅得着就係佢幾乎可以代替咖啡，因為我寫咗或者做咗一日之後，特別係下晝尾嗰陣，成日都會好晏啲，我就會滴幾滴入口，加咗水飲，即刻覺得精神翻晒，可以繼續做嘢。第二潮起身都覺得精神咁，好有活力。大家可以去 davidzeng.net 睇下所有產品。有啲人就喺網上行咗一條特別路線，好似呢位仁兄咁，佢個頻道就係講咗中國各地生活，仲可以免費啲 KFC 同麥當勞入邊食嘅。其實就係有啲客人買啲餐食唔晒，擺咗喺台面，佢就會去食人哋嘅剩餘嘅。咁聞落好似有雀仔味咁，真係好有雀仔味啊！哦，非常之好，可樂、炸雞、漢堡呢3樣都必不可少，冇擔心啦。
前面好似仲有另一隊人啦，立即完成。我嘅天邊呢，真係太驚喜啦！各位親愛嘅兄弟們，非常歡迎大家大駕光臨我哋嘅店鋪，真心感謝各位嘅捧場，實在係唔好意思，多有叨擾，仲請大家多多包涵，再次感謝大家。我哋而家就開始享用晚餐吧。佢非常之香，睇睇呢隻勁，哇好辣啊！你可能會認為咧，除咗真正嘅無家可歸者之外咧，中國冇人會咁做，對吧？係啊，所以我成日話中國互聯網咩都得。你可能會問，點解唔揾份工，反而無所事事嘅周圍行或者扮翻工？其實講真，佢哋揾唔到工，如果揾到佢哋，大概都會去做。好多人都努力申請唔同嘅工、唔同嘅行業，但問題係人太多，工又唔夠。雖然呢啲30歲左右嘅人可能只係想翻工，但啱啱大學畢業嘅新鮮人、後生仔女其實面對住完全唔同嘅問題，佢哋根本從來都未入過正規職場。而家青年失業率大約有15.7個百分比，之前仲高得多。不過之後當然啦，佢哋可以玩下數字，令到個數睇落嚟咁高。但實際問題依然存在，就係呢班人啱啱畢業嘅後生仔女出咗嚟就去做外賣送遞，呢條路好似係佢哋唯一可以行落去嘅選擇。每年夏天有成千上萬嘅新畢業生湧入就業市場，大部分人都踩住單車送外賣，好多人其實都係留喺屋企冇工做。仲有唔少人做緊咗奇怪嘅嘢呢，喺我哋陣間再講。例如呢個就係寧波大學最近搞嘅招聘會。寧波都只係2線或者3線城市，呢度都唔係上海或者北京嘅大嘅城市啊。喺呢個招聘會入邊，招聘方話收到好多申請，本身只係要求學士學位，但有一半人其實係碩士畢業。根據申請人講，佢哋全部都係研究生，基本上都係申請翻嚟本來用學士學位都可以揾到嘅工。但係眾所周知，現如今中國教育嘅競爭壓力已經到咗非常激烈嘅程度。高學歷嘅人才更加係層出不窮。當你去申請一個普通學士崗位嘅時候，手握一個碩士學位，梗係要比得翻個學士學位更加有競爭優勢啦。據報道，今年畢業生人數達到約1220萬，呢個相當高，打破咗紀錄。但係呢個同時亦都意味住，如果你簡單計算一下，每年大約有1000萬到1200萬畢業生，但係每年呢就業崗位數量都喺度緩慢咁下降。呢個國家睇起嚟係咁嘅。空蕩蕩嘅商場，或者我哋可以咁樣做啦。你頭先花嗰啲錢到底都去邊度呢？你花嘅錢呢？我每一次嚟到呢度嘅時候，基本上都係喺度打理同埋修剪頭髮，將身上面嘅錢全都花光咗。跟住發現咧，呢一間餐廳而家好似咧都已經唔喺度啦。然後呢度就係、我就係2個月前我仲嚟過呢度。我哋呢度已經有10年左右啦。呢位就係 Rupert Hugdorf， 依家最出名就係做胡潤富豪榜系列，而佢啱啱都親身經歷咗所謂嘅突然結業。嗰間就係佢成日去嘅髮型屋，2個月前佢仲喺嗰度辦咗張會員卡，點知今日就發現間鋪執咗。所以其實我唔太信成個失業潮呢個講法，寫字樓空置將來會係一個大問題，因為你知啦，真正拒工做嘅人其實唔會做呢啲嘢，大部分人可能太唔開心，根本唔會去咖啡坐。但我覺得呢啲都反映咗我講緊嗰個下行趨勢嘅一部分，經濟同消費力都下滑。咁即係話市場入邊流動嘅錢又少咗，跟住就越嚟越多人揾工都難，就算係做收銀員或者咁簡單服務業都一樣。根據另一份日本報告講到，餐飲業其實都一樣係下跌緊。2024年中國有大約300萬間餐廳結業，創下咗新高紀錄。
北京有間燒烤店過去2年蝕咗大約200萬人民幣，老闆都話經濟唔好，環境又唔嚟賺錢，做生意真係好難。因為經濟一路下滑，整體消費者或者消費觀念甚至消費方式都好明顯變成大家都想睇啲錢。你都仲可以出去食快餐，但係大概唔會去高級餐廳度花錢。所以因為佢，中國嘅商家都冇咗好多有創意，但又有啲奇怪嘅方法去吸引客人。例如呢個最近興起咗一種叫做豬欄咖啡嘅潮流。基本上你去到鄉下會見到一間新裝修新起嘅咖啡店，你仲會見到有冇得意嘅小豬仔俾你摸下，但係服務就麻麻地，咖啡味道都唔算好。但係重點其實係吸引人嘅快閃消費，意思就係趁而家仲可以就使錢，長遠啲復甦就遲咗先算。所以基本上就係靠行新潮流嘅爆紅效應，冇刺激短期增長。因為而家每一蚊都好重要。同時，我覺得呢條片都係一個好好嘅方式嚟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呢隻蟹喺個圈入邊兜來兜去，淨係追住杯入邊嘅穀物。好多留言都話好有共鳴，覺得中國人無論做咩都好似淨係睇嘅，淨係佢個圈度兜嘅兜去，永遠都睇唔到足夠嘅糧食。但又不停咁追，好似人生就只係一隻咁嘅。呢個都係點解今年會有啲冇奇怪嘅潮流，呢啲都係所謂躺平運動嘅一部分。啱啱係講緊後生仔女覺得，如果政府對你咩都唔做，你都唔應該為政府做任何貢獻。喺雲南省有班後生仔，有啲係遊客，有啲係本地人，但佢哋決定扮流浪漢嘅街道，所以佢哋就坐喺街邊或者轉角位，話自己係咁乞食嘅。喺呢條片入邊，呢個踩單車嘅男人接受訪問，佢話自己好耐都冇做過啲咩有生產力嚟嘅，佢就咁樣放棄咗人生。當人哋問佢如果有啲錢會做咩，佢話其實而家冇咩需要。我而家手頭上1分錢都冇可以攞嚟花嘅，唔通你真係乜嘢嘢都唔打算買少少嘅？我真係一啲零花錢都冇啦。或許再過個3-5日吧，但我而家手頭冇錢啊。到時候你就可以俾自己買啲中意嘅嘢啦，例如你可以想食乜就食乜，想飲乜就飲乜，但我冇錢使，唔通你真係唔想使錢咩？係啦，確實咁揀。你真係確定咗咩？係嘅。我再確認一遍，你唔想花錢，點解唔呢？你幫我使錢咩？你其實咧反映咗咧中國年輕人嘅現狀嘅，好多年輕人俾人玩到佢已經放棄咗。即使你俾咗100蚊、200蚊，佢都可能覺得其實我而家真係冇咩想要嚟㗎，因為我真正想要佢哋唔係靠呢啲零錢就解決到。嚟到最後，一個國家嘅人民假裝話多謝，其實代表咗啲咩呢？無家可歸，或者假裝自己有工返，或者話自己好享受追住嘅短期潮流。其實我覺得呢度有個根本性嘅問題。好啦，多謝大家收睇今集 China Insider。如果你中意呢條片或者有咩想法，記得喺留言區話我知，仲有 like 埋條片同埋訂閱。如果你未訂閱嘅話，下次見啦，拜拜。